主后2023年3月初5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大光照耀死荫的地。圣经，咱做来听读马太福音第4章12节到25节。耶稣听到约翰互人掠去，就退去加利利。伊离开拿撒勒去住伫西布伦甲拿弗他利地区，加利利湖边的迦百农。这是要应验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。西布伦的地、拿弗他利的地、沿海的路、约旦河东岸外邦人的加利利，踮伫黑暗中的人有看见大光。踮伫死荫的地下，有光照因。对迄时，耶稣开始宣扬讲，着悔改，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。耶稣伫加利利湖边伫行的时，看到两个兄弟，叫做彼得的西门，甲伊的小弟安德烈，伫湖里伫拍网，因为因是掠鱼的。伊对因讲：“来缀我，我要互恁得着人，亲像掠鱼的得着鱼。”因随时甲网放下，去缀耶稣。耶稣行进前，看到另外两个兄弟，西庇太的囝雅各甲伊的小弟约翰，因甲老爸西庇太伫船顶缀整理网，伊就呼召因。伊随时将船甲老爸放底，去缀耶稣。耶稣到加利利达所在，伫因的会堂教示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民间逐款的病症。伊的名声传到叙利亚的达所在，人将所有的病人，就是邪神附身、幽魂，甲半身不遂等，犯着这个症头甲病痛的人，拢带来伊遐，伊就甲因医好。有一大群人对加利利、低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甲约旦河东岸来缀伊。大光照耀死荫的地。施洗者约翰受关入监狱了后，耶稣选择离开自细汉成长的拿撒勒，徙动脚步去迦百农。作者特别对这个城镇做寡描述。伫西布伦甲拿弗他利地区加利利湖边，佮引用以赛亚书第9章第1到第2节，用伫黑暗中甲徛起伫死荫的地来形容迄所在。即款的描述和当时的处境，若像有寡反差。根据考古资料，迦百农为其通商要道，真侪商品进出口拢需要经过这个城。相关资料显示，迦百农伫当时并毋是散乡偏僻，还是毕业萧条的城镇，是罗马的政治经济重镇。所以马太入面就是这个城的税关受税者。伊当时受耶稣呼召，成做门徒，所以作者得讲的黑暗和死荫，到底是咧指甚物？早伫先知以赛亚的时代，犹太国因为受亚述人攻击，造成荒凉、黑暗、秋坟惨雾的景象，总是先知预言，这一切得要过去，因为弥赛亚得要来临。先知指出，这位弥赛亚要伫人民经历痛苦了后，带来光明的希望。
转化迄陷入黑暗死荫的哀愁处境。出代是充满期待甲喜乐的愿望。咱无度确切通知耶稣伫加百农的时阵，迄只的人所面对的政治社会处境是安怎？总是对作者马太捌伫迄个城的税关收税的亲身感受甲观察，约略通感受到当时的人对家己的性命感觉茫然。虽然过着点算金钱的日子，却无法度掌握家己前途的属灵光景，因亲像带踮伫黑暗中死荫的地的人一样，因切渴望真光的照射甲指引。就伫迄个时阵，耶稣亲像一道光，吸引人压光军队。耶稣用着火解，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。接续施洗者约翰所传讲的信息，呼唤人回转归向上帝，去杀黑暗，进入光明。耶稣呼召渔民，互因诚做得着人，亲像掠鱼的得着鱼即款的使命，互因放下渔网仔，放杀一切军队伊。耶稣伫逐所在传讲天国福音，伊伫各样变静的人。耶稣伫逐所在传讲福音的画面，就亲像大光照射伫黑暗的所在，互原本失去希望、活伫暗淡无光、规日落落却一无所获的人，看见一丝仔光明。2022年2月24日，俄罗斯总统普丁一声开令，正式向乌克兰政府宣战，搁展开军事攻击。乌俄战争以来，造成数百万人无家可归，数以万计人失去宝贵的性命。对新闻画面通看到，真侪原本温暖幸福的家，遭受炮弹的摧残，逃难的人满面惊吓，互人看了相当毋甘。遐个伫战乱中性命饱受威胁的人民，哪像活伫黑暗中死荫的地，因需要福音的真光，才会通伫恐惧的中间得到真实的平安。默想：当世界遭受黑暗关系笼罩攻击下面，我除了为遭受战争摧残的人民祈祷，还阁通为因做甚物？当世界遭受黑暗关系笼罩攻击下面，我除了为遭受战争摧残的人民祈祷，还通为着因做甚物？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当世界受黑暗势力掌权，人的心受各样欲望控制的时，祈求你向世间人显明你的真理，互世间人乐意离杀黑暗，行向光明，互和平常常存在伫阮中间。奉救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